礼拜时间到啊，请甲手机啊切伫无声，还是震动，闭慢心，专心敬拜。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来吟圣诗20首，圣父上帝伫天顶来称赞咱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
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学了你，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天下万象拢是你掌管的。什么时阵要落雨，什么时阵要透风，拢是你掌管的。感谢你，予风台的强度变小，风台的中心驶过台湾，对台湾，特别是对宜兰的影响降低。人是何等的微细，搁软正，常常犯错犯罪，得罪上帝，伤害别人，求上帝怜悯阮，赦免阮的罪过。台湾搁发生食物安全的问题，有毒的油对健康无好，食伤多会得着癌。恳求上帝赏赐智慧，予政府通好好啊处理即件代志，毋是简单啊对厂商罚钱尔尔。对食着有毒的油的人的健康问题，阁有真好的补救的建议甲作为。全能上帝，我阁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交托伫你的手中，因为战争还袂结束，石油起价嘛继续影响全世界的经济。恳求上帝掌权，予战争紧紧结束。世界乱象通恢复正常。我们继续为台湾祈祷，无管是伫内政、外交、政治、民生每一个方面，拢照起工来运作。暑假有真侪福音的营会，南洋教会即礼拜嘛有36个小朋友来参加活动，恳求上帝祝福大家出入平安。伫活动中，感受到上帝的疼，甲教会对因的疼，福音的种子通压落去。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摆奉主的名的组织，主拢同在。感谢上帝，教会建立的事工顺利进行中。顶礼拜是已经开始做地质钻探，恳求上帝继续祝福有关建立的每一项代志。拢通照计划来推动。我们为着集体来祈祷，李翠儿姊妹伊的厝互火烧去，求主赐下教业恩典，互因早日重建家园。李三庙姊妹会当顺利找到离因兜较近的代课的学校。陈博宇弟兄，求主赐予伊智慧甲恩典。尤冠军兄弟，祝福伊出入平安，所做的代志拢顺利。吕朝金弟兄有属天的智慧处理厝内的代志，嘛要为着曾碧光长老伊的倒手的手腕骨折会当早日康复，嘛要为着咱的干事薛秀明姊妹伊的目睭的治疗会当着改善，互伊的会当恢复正常。为牧师今日的讲道来祈祷，求圣神同在，祝福恁牧师所传讲的道理，和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来启应文第20篇，就是诗篇第90篇。我来启兄姐来引，一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
听这来。正说，大地甲世界还袂做成，一声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可人啊，着回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暝的一天。一声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亲像草早起时不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暗时凋谢打去。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气，阮的岁数不过是70，若勇行通到8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底杯，10000年久就过去。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领领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你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一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健康。咱来领受上帝话，今日的圣经记载伫诗篇90篇第1节到第4节。咱同齐来读，请。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青山也袂受造，大地甲世界也袂做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着回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伊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暝的一天。这时，青少年团体要带咱用诗歌来敬拜上帝。今日要献的诗歌是《来向耶和华歌唱》。
愿水的歌声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接纳。今日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牧师，题目是认识上帝的本质第2讲。弟兄姊妹平安。愿主的平安甲稳定时常甲咱咱大家三个同在吼。感谢主，咱拄仔经过一个叫做有惊无险的风台吼，台风。咱原地本地咧看即个风台的时阵，是直冲宜兰而来吼。咱原地本地，而且佫是强烈台风，咱无想着讲，即个风台竟然要到台湾进前，突然间刹车，慢慢开始行，而且开始往偏北走，所以它主要往西北西，原本是往西北西，后来变成是往西北走，主要绕了一下以后，再继续加足马力往中国冲。这个中间有真侪咱唔知影的代志，但是咱会通真清楚知影，这中间有上帝的业力。所以对做头家的人来讲，咱放2天的风台假，可能是一个损失，但是咱确实伫咧迄中间得到上帝的保守。咱爱知影，其实伫咧台湾、游园、伫咧苗栗甲着新竹，游园有侪的遮的风灾灾害，屏东嘛有受真大的即个风安尼的迄个狂扫，甚至达到14级风，遐尔悬的迄个风速，所以咱伫咧迄个平安的中间，咱敢若会使讲感谢主的保守，互咱宜兰原地本地首当其冲，结果过了两天的平安的这个风台假所以咱拢爱着献上感谢。顶礼拜咱同齐要来思想上帝2个真重要的本质，就是上帝伊是完全的，伊也是绝对的。因为伊是完全的，所以伊咱讲伊是迄个毫无瑕疵的，伊是无有错误的。佫因为伊是绝对的，所以伊是迄个自有应有的，佫是迄个独一无二的，是堪得咱敬拜的迄位真神上帝。但是当咱认捌上帝，咱会来发现，就是上帝伊安尼讲，远远超过我们的有限的那个理解。人的一生充满了那个限制，咱的时间有限，咱的能力有限，咱的财物、知识有限，体力嘛有限，甚至咱的性命嘛是有限。但是咱无法度同时来出现伫2个所在，咱嘛无法度去预知明仔载会发生啥物代志，就较亲像咱风台迄落气象报告信誓旦旦，结果咱会知影上帝小可撇一个，伊就走位。所以咱无法度去预知明仔载到底会发生啥物代志，也无法度去掌握咱人生的每一件的代志。也因为正是因为安尼，所以咱常常会因为咱的未知，咱会对迄个未知，咱会感觉忧虑。嘛，因为咱的有限，所以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会感觉灰心，因为咱无法度去掌握咱未来，来致到咱感觉安尼会有着惊吓。但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却完全无共款。伊毋是迄个受时间限制的神，也毋是迄个受空间限制的神。伊毋是迄个能力有限的神，也毋是迄个伊财物有限的神。伊是迄个无限的上帝，也是迄个永远的上帝。所以咱今仔日咱的信息内面，就要来带领咱，要来对2个本质，搁来搁较深来认捌这位搁真搁活的上帝。就是上帝，伊是迄个无限的上帝，伊超越一切受造的即个界限，
伊也是迄个永远的上帝，伊超越时间，伊是迄个永不止息，是迄个永远掌权的上帝。所以，当咱若搁较真正来认捌即位无限、搁永远的上帝，咱的眼光就无搁再是停留一个迄个咱眼前的迄个短暂的迄个困境，也是迄个困难挑战的中间，乃是咱有法度搁较仰望迄位永远坐伫咧坐咧做王做主的即位上帝。咱的人生也要因为认捌伊。来，咱比较，咱有迄个新的方向，咱会有迄个新的愿望，甲着迄个新的快乐。所以，咱大圣咱要来看上帝，伊是迄个无限的上帝，伊超越一切界限的，伊是迄个超越一切的界限的全能者。当所罗门王伊将圣殿建造好势了，伊建造伫咧迄个当时，伊建造了。世界会通讲是最宏伟的圣殿，但是当伊伫咧献圣殿的时阵，伊谦卑伫主的面前，伫遐祈祷讲伊讲上帝啊，你兼真正住伫地上。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容纳，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咱会记哩圣殿的起造是要做啥物用？是要互上帝住，是为着啥物货？是干那只有安尼放上帝的名伫迄顶面，上帝并无住伫迄个所在，所以即句话拄好伫遐提醒咱：你就算讲搁较宏伟的圣殿，嘛无法度限制上帝。上帝无只有干那住伫咧迄个细细的圣殿，咱若去看见迄个规个宇宙，咱地球伫咧宇宙内面，连会晓讲安尼讲一颗沙子都不是，所以咱无法度限制上帝。迄个搁较浩瀚的宇宙，嘛无法度测度伊的迄个阳光。这是一个真深刻的迄个洞见。讲，就算讲迄个最伟大的人类的成就，伫上帝的面前，嘛会通讲是叫做微不足道。所以咱人伫上帝面前，咱只有谦卑屈低，咱无伫上帝面前，无有啥物通好评判的。所以咱会通对伫所罗门伊所讲的这段经文，咱会通看见上帝迄个无限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伊是迄个空间的迄个无限性的上帝。上帝无受空间的限制，伊无住伫咧迄个某一个所在，伊是迄个充满迄个万有的迄个主。这毋是讲上帝就是万有，伊若讲上帝是迄个万有，安尼就变作是泛神论。那是讲万物都在上帝的里面。所以，咱若用一个譬如来讲，咱若用海绵甲水的即个譬如来做一个说明。当咱将即个海绵放伫咧迄个水的内面的时阵，迄个水充满了海绵的迄个每一个迄个空隙的所在。但是水不等于海绵呐，水不等于海绵。同款，上帝伊充满规个即个宇宙，但是上帝不等于宇宙。这也互咱一个上大真大的安慰，就是无论咱伫倒位，上帝拢甲咱伫地。就算讲咱伫病院的即个病床顶面，上帝伊悠然甲咱伫地。当咱安尼伫咧迄个考试的迄个场域的所在，上帝悠然甲咱伫地。当咱有当时孤单伫暗暝，安尼伫遐感觉孤单无伴，上帝悠然甲咱伫地。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上帝，伊是伫伊迄个空间的迄个无限性。第二项就是上帝伊的能力的迄个无限性。无论任何的代志，对上帝来讲，拢毋是迄个困难的代志。所以亚伯拉罕甲撒拉
伊伫咧年老的时阵，伊还未得到即个以撒进前，当上帝来安尼应允讲亚伯拉罕伊要对撒拉来得到一个囝的时阵，撒拉伫遐笑，上帝对亚伯拉罕安怎问讲？伊讲耶和华敢有恶正的事啊？上主敢有袂当做的代志？答案当然是无，吼。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宣教师伊伫咧非洲，安尼伫咧非洲拄着迄个抗旱，当地的人安尼用要喙打死，嘛用要咬死。即个宣教师甲当地一个基督徒伫遐咧同齐伫遐咧祈祷，伫遐祈求落雨，就有人伫遐来质疑讲，恁的神如果若真正遐尔有能力，安尼为什么会无爱落雨？宣教师对伊的应答是安尼讲，阮的上帝当然有能力降雨，但是伊降雨的时阵，伊降雨的时阵若到。雨就会降落，结果当因安尼祈祷结束了无偌久，真正就落了大雨，解除了规个迄个抗旱。所以上帝的能力是超过咱的迄个想象甲测量。第三就是迄个上帝财万的迄个无限性，上帝知影一切，伊嘛知影过去甲未来。伊甚至伊嘛知影咱的现在，伫伊拢是现在在上帝都是现在因为伊知影咱心中的意念，知影咱还未讲出的每一句话，这可能会互一寡人感觉着惊吓，但是对信上帝的人讲，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因为上帝知影咱的软弱，伊知影咱的所有的挣扎，甲着伊知影咱的需要，伊比咱搁较了解咱家己。真侪时阵，咱对咱家己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是上帝伊对咱的了解，伊深知影咱所有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咱是一个真有限的人，要安怎会通？来理解迄个无限的上帝，这就较亲像迄个狗遐试图想要了解人类是同款的困难，但是上帝伫咧伊的主爱内面，透过迄个有限的方式来来咱来启示伊家己。上重要就是安尼，伊透过耶稣基督来咱来启示伊家己。约翰福音第1章18节安尼讲将来无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一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迄个无限的上帝，伊限制伊家己，成做一个有限的人，安尼。咱这个有限的心灵，才有法度来去认捌这位无限的上帝。所以咱需要伫上帝面前屈给咱家己，知影咱家己的软弱，嘛承认咱家己的不足，咱才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认捌这位无限的主上帝。看来上帝是迄个永远的上帝，伊是超越时间的迄个永恒的存在者。伫咱今仔咱所领受的经文，诗篇第90篇第20节安尼讲，伊关于上帝迄个永恒的美丽一个诗歌，伊讲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伫即节经文内面，将咱带到迄个时间的迄个开始进程。迄时也无有山岭，嘛无有大地。嘛无有世界，但是上帝已经存在。伫咧即节经文内面，嘛将咱带到迄个时间的迄个结束了后，伊讲迄时山岭已经消失，
大地已经更新，世界已经过去，但是上帝永远是上帝。这就咧要指出上帝的伊迄个永恒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伊个存在的迄个永恒性。上帝无有开始，伊嘛无有迄个结束。伊毋是迄个伊对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存在，也无伫咧某一个时间点怎啊停止伊的存在。这对咱遮个活伫咧即个时间的中间的人来讲，这是会通讲咱真好伫了解，因为咱的一切经验拢是有开始，嘛是有结束。检测咱会通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咱用想象，咱伫咧看一个真长，咱有当时咱伫咧街路会看到迄落咧游行的迄个队伍，咱伫咧游行的队伍的时阵，咱伫咧游行的队伍的面前经，伊对咱的面前经过，咱检测咱只有敢会通看到安尼某一个安尼当片段，看到一寡人经过。然后，这人消失去。但是如果咱若徛伫咧一个真悬的迄个山顶，也是讲迄个大楼顶面，咱咧往下看，咱就法度去看到规个迄个队伍，对头到开始，咱伫咧时间中间所点伫的迄个路边咧游行的人，也是咱只有敢若看到迄个现在的即个片段。但是上帝伊亲像徛伫咧迄个悬山顶的迄个人，伊会用看见迄个时间的迄个全貌。所以上帝的存在就是遐尔啊永恒，伊伫咧时间进前，也伫咧时间的尾后，无结束点。过来，上帝伊的属性嘛是永恒的。上帝伊不仅毋若是干那安尼存在是永恒的，伊的属性，也是讲伊的本质也是永恒的，伊的疼是永恒的，伊的性格嘛是永恒的，伊的智慧也是永恒的。这个属性袂对着即个时间来比较有啥物款的改变，也是消失。伫咧旧约时代，上帝是迄个慈爱的上帝；伫咧新约的时代，上帝也是迄个慈爱的上帝。直到永远，上帝永远是迄个慈爱的上帝。伊的疼，毋是迄个讲情绪的迄个波动，乃是伊家己伊本性的迄个流露。所以，咱就会通了解到上帝伊的属性的迄个永恒性。过来，上帝伊的迄个计划。也是永恒的。上帝救赎计划是伊伫咧创世之前就已经制定好势，也就是讲，人伫咧即个创世纪一开始，伊创造人，期待人甲伊会通相个同工，但是亚当夏娃一开始就已经犯罪，这拢是伫咧伊也未创造亚当夏娃之前就已经伫咧上帝的计划内面，过来咧，上帝伊就是一个开始迄个救赎人类的一个计划。所以，迄个计划是伫咧创世之前就已经制定好势。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讲安怎？讲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满有爱心。所以，咱就通看见上帝的计划，毋是迄个临时起意的，毋是权宜之计，伊是迄个乃是迄种永恒的迄个旨意。咱就用想象，咱即马咧建堂，咱用想象一个建筑师，伊伫咧要建造一栋大楼进前，其实伫咧伊的脑海内面已经有真完整的迄个图画。真侪伊的蓝图，就较亲像咱的建堂委员会咧甲着建筑师咧讨论的时阵，咱去甲伊讲着啥物代志，咱有讲着咱的啥物款的需要，伊有法度马上变更，有法度马上伫咧图面面顶马上画，
画了就去照这个图，搁另外一版的新图来传互咱。伫伊的脑海内面有真侪的图画，为着要会通满足咱的需要，嘛伫迄中间去分辨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就通知影，迄个每一根梁、每一个砖，拢伫咧迄个建筑师的迄个计划中间，上帝嘛共款，伊对咱的人类的即个历史，对你我的迄个生命，拢有迄个完整的迄个计划。所以咱就会通对上帝有一个真深刻的迄个了解，伊的永恒性是怎样？伫咱的生命内面，安尼对头到尾拢有伊的计划，所以咱要安怎来认捌即个永恒的上帝？伫咧认捌上帝的永恒性，要带互咱有啥物款的安慰？但先，这要互咱会通更较明白，就是迄个生命的意义无在伫咱的生命的长底，乃是在伫甲即个永恒者的关系。一个甲上帝建立关系的人，就算讲伊的肉体会死亡，伊的肉体是短暂的，但是伊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因为上帝纪念伊。所以不管咱人的生命长短，更较要紧的是毋是有得到上帝对你的纪念。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圣经内面有真侪人的名。有个人会底咱尤其是伫咧创世纪的迄个名单内底，上帝讲某一个人伊出世，伊对什么人出世，伊伫咧即个世间活几年，伊生什么人就死。上帝伫迄个中间，咱上要紧的，无介在伫咱的生命的长底。乃是较在伫咱甲即个永恒者，伊到底咱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款的关系？第二这就是要即个永恒者，伊要互咱伫咧困难的中间有盼望，因为咱现在的苦楚是暂时的，咱所面对的挑战、困境是暂时的，但是上帝的听却是永恒的。罗马书第8章内面安尼讲起讲。我想现在这个时的苦难，甲将来得要对咱显现的荣光未必的。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所以这要搁一届，互咱来去安尼学习到，咱会晓安尼。会通用到迄个永恒的迄个眼光，也就是讲用上帝的眼光来去看待咱现在咱的生活。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毋是遐个会朽坏、朽烂的遐个财富，毋是遐个会消失的名声，乃是遐个有永恒价值的代志。所以，弟兄兄弟，迄个有限的人生。因为咱连接伫永恒的上帝，互咱会通充满了安尼盼望。所以今仔日咱会通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圣经的即个话语，咱来认捌上帝两个荣耀的本质。伊是迄个无限的，也是迄个永远的。因为上帝的无限，所以无任何的所在是伊无法度同在。嘛无任何的代志是伊无法度成就的，嘛无任何人类的生命是伊无法度去更新、甲着改变的。所以咱当咱若咱若感觉咱家己，那亲像咱的人生已经行到迄个尽头了，伫上帝内面永远还有出路。当咱若感觉咱家己觉得咱家己能力不足，上帝迄个无限的能力有缘，伊要甲咱拖住，因为上帝是迄个永远的上帝，所以伊袂亲像即个世间一切会安尼改变，还是会安尼衰败，还是消失。
所以伊的主爱袂因为袂因为时间来减少，伊的对咱的信息，也袂因为世代来改变。咱通想象，亲像以色列人，咱若看圣经，像以色列人安尼不管是对出埃及，一直到后壁所有的遮的记载，我毋知影讲恁伫咧读圣经的时阵，看到以色列人因的迄款安尼的所活出来迄款的性命，你会感觉讲，即群人吼，真正无值得诚做上帝的百姓。但是因为上帝是迄个信实的上帝。伊纪念伊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伊的信息袂因为迄个世代来改变，佮伊的救恩嘛袂因为人的软弱来致到失败。伊有伊的方法去救赎伊的百姓。所以咱所经历的迄个困境、困难，检采只是甲咱人生内面短暂的迄个一段的迄个路程。但是上帝的计划却是藏伫咧永恒的内面，所以今仔日咱检采看袂起迄个全部的答案。就讲伫咧咱的人生内面，有当时咱拄着一寡困境，咱伫遐咱毋知影讲，上帝啊，你是安怎互我拄着遮个代志？你是安怎互我安尼拄着踮伫即个困境内面？就算讲有个人甚至伊到死，伊犹原无看见。但是，迄位掌管历史、迄个掌管永恒的迄个主，伊早就已经看见迄个生命的迄个终点，也早就已经预备迄个最美好的道路。咱想象，亲像亚伯拉罕就好，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讲你的后代，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尔啊侪。但是亚伯拉罕伊死的时阵，伊到底看到几个子孙啊？但是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称伊做义。亚伯拉罕伊伫死的时阵，伊并无看见伊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尔啊侪。但是当伊相信上帝的信息的时阵，上帝伊就成就。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迄个真正的迄个愿望，毋是建立伫咧环境是毋是有顺利，乃是建立伫上帝迄个永恒不变的迄个本质的顶面。当咱将迄个有限的人生交伫迄个无限佮永远的上帝的迄个手中，咱就会伫咱的困境、困难中间，犹原会通来信靠。咱会通伫等待中间来犹原有最的忍耐，咱伫咧迄个未知的中间犹原充满平安。所以今仔日咱的信息要搁一届来提醒咱，咱会通伫咧咱的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咱会通有几个操练。第一个操练就是咱会通，当咱伫咧能力有限的时阵。咱会晓学晓去倚靠上帝迄个无限的能力。咱会通伫迄中间，咱的人生检采有真侪代志，毋是努力就一定会通成功的，也毋是迄种讲咱计划真周全就拢无有困难。咱伫咧面对咱生命内面的迄个疾病、家庭、咱的工作、咱的服侍，甲着咱的信仰顶面的所有的挑战。咱拢会感受到咱家己的迄个有限，但是咧，迄个有限毋是绝望，咱是要提醒咱着甲来转迄个无限的主。伫咱每一届的祈祷，拢是伫遐承认咱家己的有限，嘛是相信上帝伊的大能力要甲咱送到天地。来，咱通操练的是，咱爱用着迄个永恒的眼光。来去看待咱今仔日咱的人生，咱时常只有干那看见咱眼前咱的迄个得失啊，咱到底得到啥物货，失去啥物货，但是咱却忽略迄个永恒的迄个价值。所以真侪代志，今仔日咱看起来，那亲像对咱来讲，那像真重要。咱感觉讲哇，这个。非得一定要照着这样子做，或是说
我坚持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有可能几十年了，你所坚持的却是一点仔意义都无。但是听上帝、听人忠心服侍，伫遐传扬福音、建立生命，却是要安尼有迄个永恒的迄个价值，有迄个永远的价值。因为安那，上帝伊纪念，伊当上帝纪念，你伫上帝的活命册顶面，就你的名登记伫迄顶面。所以，咱每一天，咱会通来问咱家己，今仔日咱所做的代志，敢有迄个永恒的迄个价值？如果若无，你所坚持的，若只有是干那俗世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代志，安尼咱趁早来安尼讲弃权，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第三，咱会通操练是伫咧咱每一天的生活中来操练信靠上帝，毋是迄个忧虑。主耶稣一直教导门徒，毋通忧安尼，不要忧虑毋是因为咱的人生无困难，乃是因为天父知影咱一切的迄个需要。所以，当咱相信上帝的无限，也伊是迄个永远的上帝，咱就会通将迄个未知的迄个明仔交伫伊的手里。咱只要忠心好好来活好咱的今仔日。迄个真正的信心，毋是知影未来会怎样，乃是相信咱掌管未来的迄位上帝，伊是迄个永远可靠的。有一个小女生，伊迄个大概应该是在国中阶段，我若无记毋对，这是一个真实的例。一个国中女生伊安尼，甲伊对迄个紫微斗数遮个算命，伊真有兴趣。伊就开始伫遐安尼研究紫微斗数，伫遐算安尼包括遮个所有的一切算命。结果伊算啊算，害咯，伊发现伊的性命只有18岁，国中生，伊算来讲，伊的性命只有18岁，讲打即声害咯。要安怎？性命敢18岁，打即声完蛋了。伊开始去求神问卜，去到处拜，到处找方法。结果，伊逐工就伫遐忧虑，伊伫遐讲，他即声性命要休去安尼一直人嘛，因为安尼，伊的人怎一直那亲像枯萎的那个植物共款，怎一直休去，人就用要死去，所以毋免到18岁就差不多就爱好走啊。有一天，人伊的朋友就甲讲你既然已经拜到安尼嘛无办法啦，你要去找一下迄个耶稣教迄个无，问看卖咧。后来，伊去到伫教会，伊性命伫遐来得到改变。即个时阵，当伊毋若活超过18岁，佮伊的人生无受到遮个控制，因为。当咱伫遐忧虑你的明仔载的时阵，你倒不如好好的过你的，佮你将你的性命交伫咱的主的手中的时阵，原底本底迄个你家己迄个有限的人生，因为有上帝加入，递到你的生命变成是一个无限的人生。所以当咱相信算命。你的性命就掌握伫迄个算命的手里。当你相信这个这个有限的、这个人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伫咧迄个有限的中间受到限制。但是当咱相信迄个无限的上帝的时阵，你的性命就因为上帝的无限，你的性命有一个无限的人生。
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到，咱会通好好搁一摆来回想牧师今仔日所分享到，安尼伫咱最近咱的生活中间，倒一件代志上互咱感受到咱家己的有限，迄是啥物货？圣神伫咱的心内对咱讲，咱的有限到底是啥物货？安尼今仔日咱的信息要怎样来帮助咱，来重新将咱的即个有限来交托伫咱的主的手中。第二，咱要时常，咱减有时常，因为咱眼前的困难抵到咱失去咱对主的迄个愿望。若是用着上帝永恒的眼光重新来看待即件代志，安尼咱会有是啥物款新的迄个体会？恳求主圣神来光照咱，互咱会通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看见。第三，目前伫咱的时间、咱的金钱、运势，甲着咱的性命，佮安尼更，咱到底是投资伫咧即个短暂会过去的代志顶面，还是投资伫咧安尼更较安尼具有即个永恒价值的即个代志的顶面？也是伫咧迄个会通来安尼帮助更较侪永恒迄个得到更较侪的灵魂的遮个事工顶面。即礼拜安尼，咱愿意伫咧倒一件代志顶面，搁一开会通更较具体来操练咱信靠上帝。咱毋是靠着咱家己的能力，乃是也是讲迄个咱家己的所有的挂虑来去解决遮个问题。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到，咱所认捌上帝的本质，伊的迄个无限，甲着伊的永远会通互咱对主会通有更较深的倚靠。咱会通透过今仔日所领受，咱会通搁好好来想，安尼咱到底咱所倚靠的、所信靠的到底是啥物？咱只是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学了你，因为你是迄个无限的上帝，也是迄个永远的主。当阮承认阮家己的有限的时阵，主你无离开阮，反倒用着你无限的能力来扶持阮，用着你永远的慈爱来陪伴阮，也求主你帮助阮，无再看见迄个眼前短暂的困境困难，乃是会通用着永恒的眼光来仰望主你的旨意，无再倚靠阮家己的能力气力，乃是会晓日日倚靠主你丰盛的恩典。愿你会通互阮伫咧顺境中，会通存着感恩的心；伫逆境的中间，犹原有坚定的信心；伫等待中间，会晓忍耐。伫未知的未来中间，犹原充满平安。求主你带领阮一生行伫你永恒的计划中间，互阮所思想的、所讲的、所行的，拢会通荣光主你的圣名，也互阮诚侪会通见证主你荣耀的人。我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祈祷，阿门。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起立吟全首。
同齐用许多圣经来宣言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山中复活上天。打坐人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来念奉献的诗。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是我老的少年，堂堂白白受恩典。虽然不达救父神，我未敢那愿所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50000长长之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好，你的车的号码若是5016 GU。你挡着厝边的门口请你刷车。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方美珍执事由佩瑜执事来书献。请起立来吟奉。耶
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来，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众山也袂受造，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诗篇90篇第1节到第2节。毋知有今日第一届来甲咱同齐聚会无？吼，无，来看咱的周报的报告事项。今日是10月奉献主日，吼，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建堂委员会，请建堂委员毕办心参加。第2项，咱即礼拜拜3到拜6有主日要举办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小小探险家夏令营，有36个小朋友要参加，请兄姐关心甲带倒。第3项，咱爱记着咱下主日是要合堂，暗过无爱餐。礼拜结束了，夏令营的小朋友要举行成果表演，因的所作的作品要伫中庭的展览，邀请兄弟来参加咱用咱的呼啊声对因来肯定因的学习的成果。第4项，每日读经进度表7月14、7月19、7月21有订正请家己过目。来看具体消息。第1项到第3项，请家己过目。第4项，顶礼拜有报过，咱即礼拜要阁报一遍台湾新航医甲宜兰教会有共同举办灵性造就的课程，有意思要参加的，报名到19月6号早止。咱咧公布栏遐有海报，这是今日的报告。请兄姐逐工伫咧祈祷的时阵，为有需要的集体来代祷。牧师有没有报告要补充？咱伫过来应该讲伫今仔日开始一直到拜3，咱的青少区原地本地是因伫咧本地应该是对拜5开始，一直到今仔日有一个即个为着暑期的即个夏令营小朋友的一个即个集训因为风台的关系规个拢总拍乱去无要紧，上帝有上帝的旨意所以因要伫咧今仔日一直到拜3有一寡遮的集训，要帮助伫咧到时阵即个拜3开始的即个暑期营会的即个安尼会通安尼帮助遮的小朋友所以咱伫咧祈祷中来安尼为因来代祷咱的青少年堂客因欢喜来服侍遮的弟弟妹妹咱也伫咧祈祷内面来纪念求上帝来祝福伫咧即个事工顶面会通互侪遮的小朋友安尼检测因咱的即个36个小朋友内面有真侪毋是咱的教会遐的囡仔所以咱期待因有机会透过来教会会通接触到福音，也互因有机会会通安尼来进入伫教会了，会通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因为咱伫后礼拜迄个小朋友礼拜日煞咱主日迄个礼拜日煞咱因为合堂，就上主要就是要邀请因的父母会通好来到伫咱的中间安尼不管即个父母伊是几点来因若是较输后礼拜，伊是伫咧礼拜时间就来的时阵，请咱会记咱是爱做主人来欢迎因来接待因。所以若后礼拜，特别是后礼拜，恁若有看见有一寡较生分毋捌看过请咱爱做主人，甲因按来招待，请因好好安尼坐伫咧安尼位置顶面就算讲伊原底本地坐的位置是坐到你的位请咱会记哩爱让人我会安尼讲，这是真正，这是实际的例
我家己的母会有一个姊妹伊的先生是教会执事，伊足期待伊的太太会通好参加教会的诗班，好不容易牧师娘安尼甲伊邀请，好不容易伊来就来去伫咧诗班时拜六因拢共款，甲咱共款拜六会晓练歌，结果伊一坐落去，伊坐伫咧诗班时面顶，一坐落去佮家己的会友坐落去，过无偌久，你讲迄是某某人的位啦，伊就赶紧就徛起来，我坐咧，伊讲无迄位嘛是某某人的位。伊怎啊坐落去诗班时下骹，第二礼拜就无来啊。今仔日咱做一个主的迄落学生，咱会记，咱是要诚做服务人的，咱毋是迄个互人服务的。今仔日尤其咱若拄着咱毋捌看过，咱就应该更较好好来按来交代，互因有机会因为来进入伫教会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位拢是要上帝祝福的位所以你毋好怎啊定睛咱毋好因为坐伫咧椅仔面顶怎啊定睛伫基督听有我咧讲啥无？咱毋好你逐摆拢甲坐迄位啦，保佑下次换个位置。咱感谢主保育老师伊安尼真欢喜，安尼伫即届即个暑期的营会参与伫咧即个暑期的活动，这就是回应上帝的恩典咱内底有真侪才会做老师的我期待咱会通安尼同齐来参与来关心这个细囝，互这个细囝因伫细汉的时阵就认捌上帝互因有机会借着这个细囝若咱来通安尼去关心着因的父母，互因这个父母嘛有机会进入伫主的教会，领受上帝的恩典安尼这个家庭就安尼来得到救，要偌好所以咱感谢主所以后会毋是干后礼拜后会若共款有人坐到你的位，你毋好足生气讲这位是我的逐位拢是上帝要祝福的所以你爱真欢喜人坐你的位。你换一位来坐，我知影咱大家人我大概无顺若要点名，我只要看讲倒位，就知影讲迄个人坐倒位啊。你后尾互牧师找无人结果恁坐伫内底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安尼迄个会通来诚做真正迄个传福音，透过咱的实际行动来去关心着咱安尼你，尤其是遐无熟悉。愈无熟悉，请你愈爱去自我介绍，你毋好怎啊这甲我无关系。咱来到咱拄好顶礼拜我都有机会甲着一个姊妹咧讲着即个，就是咱会记做礼拜做礼拜一个真要紧的，是安怎尽量不要在网络上。所以我捌讲过，咱卖。不要，虽然咱教会礼拜有直播，但是你不要长期挂在网络上。为什么？因为礼拜一个很重要的，他的礼拜不是只有听牧师讲道，礼拜不是甲听牧师讲道，礼拜一个真要紧的是伫咧礼拜三的时阵，也就是等下咱礼拜三的时阵，咱爱做一件代志，就是我今仔日听到什么话，我就伫遐来服侍我的兄弟姊妹。也就是讲，咱会通伫咧礼拜煞了分享，你今仔日你到底你得到啥物货？包括你听到你的边仔的兄弟姊妹，咱的主内肢体，伊去讲到伊身躯有怎样伊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你就伫迄中间照着你所听到的来服侍即个兄弟姊妹。所以教会礼拜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安怎讲爱参与伫咧实体的礼拜。是因为透过实体礼拜，咱伫咧礼拜煞了，佫有一个叫做肢体交通的时间。咱若看咱若注意看，咱伫咧礼拜有无？咱的天书内面，伫咧真要紧的，伫咧后壁面有一个叫做应答上帝的话。就是咱伫咧礼拜了后，一个真要紧的，咱爱回应上你所听到的，听到了，毋是听见，
都无代志，是听见国过来要怎啊？要实践上帝的话，咱就要应答上帝的话。哦，后壁咧，上老尾有无？上老尾一项，讲实行上帝的话，受差遣，进入伫咧即个社会。咱进入社会，第一个就是咱出礼拜堂的门，就是咱机体交通。所以礼拜一个真要紧的，迄个是安那讲，毋是干那挂伫咧网络上。你伫咧网络上面有听到真侪遮个真有名的牧师讲道，但是讲道了咧，伊甲你的性命有啥物关系无？无，因为咱只有干那甲着咱的兄弟姊妹有伫咧礼拜刷有遐互动，你听见了，你有实践，哦，迄个才是一个真要紧的。所以咱透过咱所领受到上帝话了。就做伫咱的机体的内面，这就是叫做做伫至美事的一位。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咧礼拜中间，透过安尼，咱会通搁一届好来知影讲礼拜到底伊的用意伫咧啥物所在，咱也就是伫咧中间来实践上帝的话语。以上。多谢牧师的补充报告甲勉励。顶礼拜的奉献，若有登记错误，请向办公室反映。后礼拜服侍当工，请注意。来吟上言圣诗391首，俄勒提顶主宰，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信。我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困难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